药忘过。清明陪墓是咱台湾人旧年的风俗，毋过阮的风俗煞毋是安尼。细汉的时阵，正月初五去砍头仔陪阿公阿嬷的墓，正月初九去埔心陪查甫祖查某祖的墓。到清明时节，阮无墓好陪，规定囡仔拢去墓仔埔药忘过。国校的时，儿童节甲清明节连做伙，连续休2天，这是阮上期待的日子。阮来砍头的墓仔埔，透早就有人来陪墓啊。陪墓的顺序是：大先甲墓草敲掉，整理墓具，摒扫墓埕，刷落来就是拜神礼、拜祖先，互祖先食一顿青头。等一困久，祖先大概食饱，主人家就放炮收成礼，准备要打道回府啊。这个时阵，就有一群囡仔伫墓边排队，等待主人家来分钱。阮讲这是药忘过。迄时大墓墓会分2角银，小墓墓分1角银，一步落来会当分到1外银，是阮一年中间上界好业的时阵。后来升初中，清明伊愿歇困，我伊愿来到墓仔埔看光景。怎会无囡仔来药忘过呢？原来我小学5、6年参加升学补习，3年无来墓仔埔，3年之间，这个风俗就无去啊。无就无，我嘛无咧要伊，毋过我一直想袂晓。我无药味菜，嘛无分着过，安怎会叫做药忘过呢？等到我做台语推广的活动，较捌文字，较捌民俗文化，才知影这是药忘过，毋是药味菜分忘过。原来从古到今，墓仔埔拢是叶贴暗散、草木真旺，无人打骹到的所在。毋过因为草木旺，煞变做看牛囡仔牵牛食草的牛埔。牛规年通伫墓仔埔吞大，加减会算断着墓仔，等到明年过来。墓仔就稀咧咧啊，修整墓埕嘛变做大工程啊，就是安尼。主人家就伫这个时阵用礼物来巴结在场的看有囡仔，拜托因毋通甲墓仔埔打歹去。这个礼物上界里边就是陪墓的红菇粿、面菇、草粿等。毋过提粿的进程，爱先甲墓仔行一个礼，就是一礼一墓。一礼就是双手合掌伫胸前。头壳小可压腰担头，比各种较细的礼仪。一的白话是药，文言音是一，海口腔读文言音，内部腔读白话音，所以有药忘过甲一无过2个腔口。我安尼牵线盘拿，牵出药忘过的原型，忘过走倒去呢？这是因为看有囡仔十外个忘过无够分，就用人家的答应。以上就是我英人下拍册，下对药忘过的推测。